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楼顶的那个。看你的没呀嘞，我跟着你吵很久了呢。小陈没延迟哎，我刚看他倒地了呢。很正常，很正常。他又瞬间站起来把我抽了，然后我们怎么讲？ I got broads in Atlanta, just to lean in the family. Credit cards and the scammers, hitting the licks in the band. Legacies. 预定位置多少？不知道吧？对，我们小财迷。別再努力地去假裝失意，這種劣質心機。如果相愛是在做戲，怎樣繼續回味？在我耗盡力氣拯救過後，換來是推避。等到真相揭露那時，原來沒留下餘地。你把荊棘種下了，也曾令我害怕，我卻欣賞那毒刺會為此激發，直至傷口傷到潰爛，才明白你心早隱去不返。你最初給我玫瑰，豔泥下有代價，受了傷可擁抱地，在倒影空間，我的影子給我前行，讓遺憾與他最終交給歲月消化。誰呀？在我耗盡力氣拯救過後，換來是推避。等到真相揭露那時，原來沒留下餘地。你把荊棘種下了，也曾令我害怕，我卻欣賞那毒刺會為此激發，直至傷口傷到潰爛，才明白你心早隱去不返。你最初給我玫瑰，豔泥下有代價，受了傷可擁抱地，在倒影空間，我的影子給我前行，讓遺憾與他最終交給歲月消化。你把荊棘種下了，也曾令我害怕，我卻欣賞那毒刺會為此激發。